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12月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4篇，创世纪第8章第1节到19节，罗马书第6章第1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灾难消退。昨天11月30号是今年圣诞节期的第一个待降节。所谓的待降，就是有期待的意思，期待的耶稣降生能够成为基督，就是人的救赎。2000多年前，以色列人身处在受统治的黑暗时期，他们期待着代表上帝弥赛亚的救恩临到，就如同在挪亚时期的家人一样。他们期待着有一天水会退掉，他们可以再一次的脚踏实地在土地上。大水呢，代表着灾难，代表着苦难；消退呢，代表着上帝的保守，使我们的苦难消除。创世纪第8章第1节到第19节。上帝从未忘记挪亚和所有跟他在船里的动物，他叫风吹大地，水就开始消退，地下深渊的泉源和天空的水闸都关闭起来，大雨也停止。150天内，水逐渐消退。7月17号，船搁在亚拉腊山脉的一座山上。水继续的消退，到了10月1号，山峰开始出现。40天后，挪亚打开窗户，放出一只乌鸦。这只乌鸦飞来飞去，一直飞到水都消退了，没有回来。挪亚又放出一只鸽子，要看水退了没有。但是因为水还淹没着大地，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，就飞回来了。挪亚伸手把它接回船上，又等了7天，他再一次放出鸽子。黄昏的时候，那只鸽子嘴里叼着新的橄榄叶子，飞回挪亚那边。这样，挪亚知道水退了，再等7天，他又放出鸽子。这一次呢，鸽子不再飞回来。挪亚601岁的那一年，正月初1，洪水全部消退。挪亚打开船盖，探头张望，发现地面开始干了。到了2月27号，地面全都干了。上帝对挪亚说：“你跟妻子、儿子和媳妇都要从船里出来，跟你在一起的飞鸟、牲畜和爬虫，你也要带出来，让他们在地上繁殖，布满大地。”于是挪亚跟妻子、儿子和媳妇都离开船，所有的牲畜、爬虫和飞鸟也都各按其类，成群的出了船。离开船表示他们所遇到的大水泛滥，人生的困境已经全然的过去了，因为上帝的保守让他们得以再一次的脚踏实地。挪亚时期的大水是因为人们呢背经离道，离开了上帝，因此也失去了上帝的保守与看顾。另外也因为他们心里刚硬，不肯听从代表先知的挪亚的话，拒绝向善，也拒绝上那代表着救恩的方舟。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第1节到11节的经文里提到这个基督徒提醒他们说，那么我们该怎么说呢？我们该继续生活在罪里，好让上帝的恩典显得更丰富吗？当然不。从罪这一方面来说，
我们已经是死了，我们怎么能够继续生活在罪里面呢？你们一定知道，你们所受的洗跟基督耶稣合而为一，就是受洗跟他同死，也借着洗礼，我们已经跟他同归于死，一起埋葬。正如天父以他的荣耀大能使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同样的也要过着新生活。如果我们跟基督合而为一，经历他的死，我们同样也要经历他的复活。我们知道我们救我已经跟基督同定十字架，为的是要摧毁罪性的自我，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。因为人死了就脱离罪的权势，如果我们跟基督同死，我们信，我们也要跟基督同活。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他不再死，死也不再能够控制他，他的死是跟罪决裂，一举而尽全功。他现在活着是为上帝而活，同样从罪这一方面来说，你们也要把自己当作是死的，但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里，你们是为上帝而活。我们基督徒追求基督的救恩，就是要脱离罪的权势，我们必须要跟基督耶稣再一次的和好，才能得到上帝借着他所赐下给我们的救恩。诗篇124篇，以色列啊，你说吧，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，会怎么样呢？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，那么仇敌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烈怒的时候，早已活生生的把我们吞下去了。洪水已经卷走了我们，浪涛早已淹没了我们，急流也早已把我们冲走了。我们要感谢上主，因他没有让仇敌毁灭我们。我们像鸟儿挣脱猎人的网罗破裂，我们得到自由。我们的帮助从上主而来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。我感谢慈爱的上帝赐下救恩，使我们能够靠着主胜过世上的困难大洪水，让我们能够在水退之后再一次的脚踏实地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